大家好，我係陳津澤，第一屆保良局杯辯論比賽嘅決賽隊伍參賽者。大家好啦，我叫 Ranny， 係啦，咁我就係第4屆嘅小學辯論比賽參賽者。我係代表保良局陸慶圖小學。我係卓游啦，咁我就係之前參加過呢個第13屆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嘅。喺呢個訪問嘅裏面咧，咁就要談及一下作為第一屆嘅感受啦。我諗真係好直接，就係好開心。就最記得就係同啲隊友同埋嗰陣時嘅2位教練，班老師同埋陳老師咁樣，有時會放學嘅時候一齊合個練咁樣。即係時至今日咧，自己都已經喺辯論嘅工作裏面啦，咁自己帶嘅辯論隊都繼續喺呢個保良局杯嘅比賽裏面。呢個比賽啲回憶都好深啦，因為保良局辯論杯始終都係比較大嘅一場比賽啦。可能係有啲本身辯論隊嘅成員啦，係嗰陣時問過我參加啲咩比賽啦，咁我都有同佢講過參加呢個保良局杯嘅比賽啦。因為之前係可能係我哋隊長啦，或者主席都回憶翻佢哋，之前都有參加過嘅。第一次真係正式參與一個比較叫做正規少大型少少嘅校際咁樣嘅辯論比賽啦。嗰陣時會俾我嘅感覺係令到我個人學識點樣應付壓力，或者係令到我知道點樣可以淡定啲咁樣去面對評判啊，或者係觀眾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關係啦，或者呢個活動嘅變化啦，係第一個開心。第二個開心咧，就真係見證住小朋友嘅成長。我好細個嗰陣時係完全係有啲驚啦，唔係好敢出聲啦。到而家我係提升咗我嘅自信啦，同埋多角度思考啦，同埋口才啦，我覺得係好多方面都有所提升。嗰陣時每次出去嘅時候，手上面啲 Q 卡都喺度震緊啊！喺嗰個整體嘅氣氛啊，尤其是小朋友嘅執行力、演繹能力同埋家長嘅支持度上高，我覺得成件事係成熟咗好多。有開心啦，亦都有好似你咁樣講啦，亦都有辛苦過啦。因為嗰陣時我哋都係始終係好早返到學校，可能嚟準備呢場辯論比賽，因為始終都係得1個星期啦。咁可能我哋好夜先開始走啦。我諗15年前嘅我應該係帶咗好多麻煩，同埋好辛苦當年嘅葉 Sir。但係今日自己換咗呢個身份啦，我要去用我嘅方法去令到今天嘅小朋友去認識。我諗呢一個係傳承咯。我讀緊浸大電影，係啊，雖然話可能同辯論我冇再接觸呢樣嘢，或者係冇再參加比賽啦，但係其實始終可能我接觸creative 呢個 industry 上面，可能我要同人溝通啊，或者我自己都要寫劇本等等等等，其實表達能力呢樣嘢好重要嘅。咁 which 其實辯論一定係對於呢方面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坦白講，我呢個比賽佢已經成為咗小學辯界嘅一個標誌噶啦。繼續可以運行落去啦，俾更加多越嚟越多嘅省都可以透過呢個保良局杯嘅比賽啦，之後大好前途。我覺得呢樣嘢係無咗，即係頭先好似你咁講啦，即使係我而家做緊個表面上係毫不相關嘅嘢，但係其實都活學活用緊，都係學以致用緊，所以其實嗰樣嘢永遠都唔會消失嘅，我覺得。